你好，我叫 Jane Harrison，我係 Rochdale 市政府裏面嘅一個我有我天地 Making Space。我有我天地 Making Space 起初只係支援一啲受精神問題影響嘅人。喺過去30年，我有我天地 Making Space 一直向佢哋提供保健、支援同埋協助恢復身體機能等等嘅服務。最近呢個機構利用過去積累咗嘅經驗，將服務伸延至其他需要照顧同埋支援嘅人，包括體格或精神有問題嘅人，或者嗰啲有學習困難同痴呆症嘅人。而我有我天地 Making Space 亦會向嗰啲照顧佢哋嘅人提供服務。對於所有使用服務嘅人，我有我天地 Making Space 都以個人化嘅精神為依歸，本住人道、尊嚴同埋體恤嘅精神向佢哋提供服務。響 Rochdale 地方政府開設咗幾項服務，同嗰啲受精神問題影響嘅人同埋照顧者緊密嘅合作。我哋為呢個任務而感到光榮。我哋不斷尋求機會，向本區甚至整個英國更深入嘅伸延我哋嘅服務。咁樣我哋就可以向更多人提供個人化嘅支援。呢啲支援唔單止係俾嗰啲體格或者精神有毛病嘅人，係俾呢個照顧佢哋嘅人。我哋希望呢一類嘅服務可以幫到佢哋過獨立同埋滿足嘅生活。如果你想索取更多關於我哋機構嘅資料，你可以響熒幕上揾到我哋嘅聯絡詳情。